意外的旅途，雾台乡阿里部落，作者苏彦德，录音苏彦德。2020年2月7日，甲阮厝的管家安排去屏东县雾台乡佚佗。听讲遐有一桩足特别的樱花，红号做樱花王。要入去翕相，爱交10块的马路钱，就是清洁费。早时9点15分对厝出发，车队路德、阿莲、田寮上国道3号落南，落高速公路转台24线，沿路拢真好驶。车经过爱寮溪桥，开始进入山区，沿路弯弯弯弯，一直到雾台拢是山路。虽讲毋是假日，毋过游客嘛袂少，因为遮无停车场，车拢停伫路边。10点45分到雾台上闹热的所在，顺路边的银仔一站一站行去顶面参观原住民的文物甲建筑。有一档摊位在卖腊仁便当。经过询问，才知影是咱咧讲的德公仔饭。伫顶面翕几张相片，阮行落银仔食到。今仔日无人咧卖饭甲面，干那一档在卖烟肠、鸡肉卷、甲乌心、甲乌猪肉的食店。伫店内草拄坎拄着三道教会的牧师。另外一道是3个小港高清教会的会友，其中一个是我过去伫海埔教会底教8月2的学生，就因为安尼才有这段意外的旅途。但长老甲长老娘我无熟悉，透过我的学生绍介，因讲要去雾台乡阿里部落，阮夫妇2人做伙坐陈长老的车去海拔比雾台搁较悬的深山内阿里部落头目的家，车经过弯弯弯弯、崎崎岖岖的山路，来到海拔1200公尺的阿里部落。阿里村是路的前方，过落去就是办东深坑。来到头目的家，是要参观一丛真特别的头目樱花，无大外。花连一蕊拢无开，原本掠做是樱花孤单死去啊！详细看花黄有布出来，真怪奇。这丛樱花这个时阵竟然还未现身。虽讲头目樱花还未开，毋过这段意外旅途有真侪收成。阿里部落海拔1200公尺，徛伫雾台山顶，这是罗凯族上古早、上悬，嘛是上远的部落。北北风灾以后，因为路况无好，族人拢迁徙。即马阿里部落已经是人去厝空，毋过有一只狗红伏伫遮，表示族人还会转来因的故乡种作。阿里部落真少人知影，若毋是意外拄到陈长老，我无机会来这个甲外界隔绝的神秘所在。伫雾台到阿里的路上，干那阮一台4轮的。今仔日毋是假日，毋过还伫歇寒，有一寡少年人骑乌托摆来遮探险。干那阮5人是坐伙人，遮有一丛将近100公尺悬的强生树，是澳摇乌心树木。青仔树、山苏做伙架生的大樟树啊，遮有罗凯族家家的石板厝，有无满红土，壁拢是红砖的平厝啊。有传说中罗凯族的神秘少女，有百步蛇的传说，伫遮停卡大约
1点钟，阮就起程，转去舞台看迄场萤火王。果然真侪人伫翕相留念，相机切，翕无过瘾。原本今仔日的主角是舞台的萤火王，煞意外变成配角。头目的家无萤火的树丛，二摇乌心石木，穿啊像山所做伙寄生的强生树，煞正做意外的主角。阿里川再会啦！毋知即世人敢阁会来甲你约会？